Hello， 大家好，我係 Chris，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今次嘅 vlogmas 今日幾多號？11號就係呢一條 podcast 啦。咁就有幸請到 Ivana 上嚟，上嚟我哋嘅 channel。Hello， 大家好。咁 Ivana 就係我哋識咗3年，唔係，其實我哋係識咗，其實我哋 Form 1都識嘅。OK， 只不過我哋熟嘅話就係 Form 4開始。嚴格嚟講，我哋係仲要 Form 6先至真係叫熟。今日我哋要探討嘅問題係時間膠囊啊，係預測我哋大家5年之後嘅樣子同生活狀態。但係俾翻啲 information 先，我哋就已經係 grad 咗啦，即係中學畢咗業，跟住我就係嚟緊會留喺香港讀書，會讀 Con U Space 嘅 Foundation， 跟住 Ivana 就係去澳洲讀。我係讀一個 double degree 咯。係讀 double degree，總之就係讀大學啦。咁佢咧係有考慮過移民去澳洲度居住啦，之後 so far 都未確實先係啦，都係暫時即係有呢個諗法啦。咁我哋就開始預測5年後嘅大家嘅生活狀態，同埋大家係過啲什麼日子，或者做緊啲乜嘢。感情生活上先我嚟講，好，我覺得你同 C 先生咧係會 last 到啦。我覺得你哋5年後即係幾歲？19、20、21、23歲，即係啱啱 grad 咯。咁啱啱 grad， 我諗你哋都會去一波旅行先，喪玩咗先，或者可能翻香港翻嚟。我覺得啦，5年後，5年後嘅你感情生活都係 keep 住係順利咯。我覺得你5年後應該差唔多擺酒。No no，Oh my god！ 如果你5年後已經開始做嘢啊，或者有穩定收入嘅話，咁可能你就會開始 plan 咯呢樣嘢。5年後我咪都啱啱 grad 咯。如果順利即係順利嘅睇下話你個 pathway 係點樣咯。係啊，因為我讀1年 Found Deep，跟住就係2年ASU或者 High Deep，跟住就係博2年嘅大學，咁所以差唔多嗰個時間。如果我係返 full time 嘅話，可能未必，可能返 full time 可能都會順利嘅話，就我諗會同居先，可能未必咁早結婚。但係我要講嘅係咧，我之前係一個抗拒早結婚嘅人嚟嘅。我唔知係伴侶影響定係點樣，所以令到我係覺得結婚係需要27、28、9、30呢啲時間。令到我係覺得20幾頭呢啲年紀係應該係去玩或者係去拼搏 ，instead of 係咁快就要成家立室，要相夫教子咁樣咯。成就方面咯，雖然你話唔想考車牌，但喺澳洲冇車係真係好辛苦㗎喎。係咁，但係而家未諗咯，即係未係必須咯。即係我父母都講，咁考車牌唔係我去嗰邊嘅。即係第一首要係嘅嘢，但係我覺得你都會去考嘅，我諗。會嘅，但係睇下喺邊度考咯。所以係5年後你都會攞到駕照，係啩？跟住考完個 double degree 出嚟，你係做 speech therapist 咯。睇下你仲讀唔讀上去咯。即係如果即係其實我本身自己即係冇話對呢方面有特大興趣，但係我覺得我純粹係覺得好抵啊！即係有4年可以讀 double degree， 咁一個係 psycho， 一個係 speech 咁樣啦。咁讀完出嚟可能即係好抵咯，我覺得。一個價錢2個 degree。係咯，即係貴少少咧，比起一個 bachelor 嘅話。所以我覺得好似抵啲咯，即係有2樣嘢讀。但係本身即係我自己，我偏向想即係最想做，我想做 sport psychologist，即係或者。係咯，即係可以幫到啲運動員啊嗰啲。咁咪可以即係自肥咯，純粹係即係有啲想自肥。去 Manchester City 係啊，同埋 Formula One 係嗰啲咯，或者唔一定即係呢啲太高咯。但係即係因為我自己以前睇 F1 咧，即係 Lewis Hamilton 佢有個 trainer 啦，叫 Angela。咁佢而家都仲有繼續幫佢嘅，佢就係即係雖然佢。叫 trainer 啦，但係其實佢 mentally 同埋 physically 都
即係幫佢 train up 到咯，所以我就想做類似咁嘅工作咯。不過再睇啦，即係都係想幫人為主。係。但係 at the same time 都係想自肥。係自肥咯，梗係自肥。Okay. 我想做曼城嘅 trainer，希望我未來嘅10年，我最喜歡嘅霍頓都唔會離開，咁我就可以去幫佢。要補充翻先，Ivana 係曼城嘅球迷，係，但係我係唔知點解變咗做曼聯嘅球迷，係，就係咁啦。OK，所以佢想自肥。同埋想做呢一個嘅，呢個係夢想咯，即係未必做得到，即係就希望咯。但係呢啲可能要再讀多啲嘢咯，即係如果唔想再讀嘅話，咁可能出嚟就係做 speech therapist 咯。5年後嘅我，你覺得我係點啊？成就方面，我好張柏芝啊！咩事？5年後嘅你，我覺得即係你每一年你都有成長咯。即係我覺得點樣講？所以5年後你應該係一個。即係，咪先咩嘢叫做每一年嘅我都有成長先？你都有成長。係，每個人都有成長。係咯。即係每個人經歷，即係5年後可能經歷更加多嘢，即係可能係社會上啊，即係同人處事，或者即係人際咯，關係上都比起可能高中嘅我哋好唔同，覺得有好大變化。我覺得5年都可以好大變化。係，尤其是唔一定話大學或者入到職場上面，即係嗰個可能俾呢個社會洗禮之後，都係你。我覺得尤其是你即係你性格上真係比較成熟，所以我覺得你如果5年後嘅你都會更加成熟，唔識講。但係成就上，我覺得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個讀書 perfect 或者之後出嚟做嘢，你都係即係我覺得首先你會為咗即係自己中意行先咯，即係你會有即係你都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你嘅初心，或者即係點樣講你會即係有興趣先會去做嗰樣嘢咯。即係如果唔係我就會即係冇興趣就唔理或者係拜拜咁樣。即係就會果斷地放棄咗，即係我係連會少少時間我都唔會想嘥去咯，係咯。生活狀態，你覺得你自己咧？5年後嘅我嘅生活狀態，我希望我想講無憂無慮添，但係好似係冇可能。我希望我係即係食嘢可以唔使睇價錢去食咯，唔需要因為租樓或者可能供樓咁樣而令到我自己對平時日常食嘅嘢已經係好有一個限制，或者係會下下都就住，我唔希望係咁樣咯。即係話無憂無慮係假㗎啦，一定。但係我會希望係，例如我中意食一個100幾蚊嘅灌湯餃，我可以即係一年裏邊我可以食到3至4次，仲要 which 係我可以唔使去諗太多，我都可以話我想食我即刻可以到食咯，而唔係覺得食完會有負擔或者係好有罪疚感咯。即係5年後嘅咩啊？5年後嘅你自己嘅生活狀態。哦，5年後嘅我嘅生活狀態。咁其實我都覺得，我都想即係無憂無慮嘅，但係我自己覺得5年後即係第一樣想做到嘅嘢係，或者係唔好令到父母失望咯，即係大佬都供書教學都咁多年啦，即係仲要去留學讀書都一啲都唔容易啦。咁其實即係父母俾自己嘅嗰種支持咧係真係無價嘅，或者佢對你嗰種愛咧其實咧係好多嘅，所以我覺得我一直以嚟都係唔想令到父母失望咯，即係可能。未必話即係5年後啱啱 grad 咗1年啦，咁就可能開始做嘢或者再讀書咁樣，或者總之如果以做嘢嚟講嘅話，希望即係唔使令到父母擔心咯，即係又可以即係自己養到自己之餘，可能可以同佢哋再去旅行咁樣咯。即係我自己係好想即係我同我父母嘅 connection 係好好嘅，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佢哋對我咁好啦，所以我都想即係如果我即係可能唔係賺到好多錢，但係都想同佢哋一齊去多啲地方咯，即係睇到佢哋仲係撐得走得跳得嘅時候，即係尤其是想帶佢哋去歐洲，即係如果有錢啊，我會想帶我阿媽去希臘咯。係咯，你之前都係啊，我應承過佢嘅，我話第時我發咗達，我帶你去希臘啦咁樣咯。同埋坐呢個阿聯酋嘅頭等。哦，呢個就係我哋5年後，即係對自己嘅一啲展望，或者係預測咯。係，可能5年後再 update 咯，我哋再 update 大家。